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公费的流感预防车，今仔日开始做咯。也毋过到诊所做这个流感预防车的民众无多，也是做新冠疫苗的人占大多数。因为这个疫情也未解除，医师是呼吁着长辈者甲慢性病高危险族群，除了做这个新冠疫苗之外，流感的疫苗甲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嘛拢爱做。嘛要再一次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这个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爱让开来做，爱让至少1礼拜以上。打针，充分点。开始做第一阶段公费流感疫苗，不过还有新冠疫苗爱做，爱好好来对治疗。要打这个来，医生才知道，才知道要打这个打疫苗。今日不未清楚流感、新冠，诊所自冰箱就开始做好防大机制。疫苗的不同，我们会分层。这下面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自费流感疫苗，然后这一层的话呢，是那个莫德纳，这一层是高端疫苗。台湾头一摆面对同一个时间爱大规模做无同的疫苗，医护人员拢真谨慎，连注射区域拢分开。做流感的问诊了就直接注射，做新冠疫苗的爱到特定规划所在来做。只是观察一个透早，第一工注射的人无用年这么多。我先预约那个新冠疫苗啦。那你流感疫苗打算什么时候打？大概1个礼拜以后嘛。今年要打的针太多了，可能他也不知道说，在打冠状病毒的前后1个礼拜就可以开始打流感疫苗。我们之前的话呢，300到500人了，现在的话呢，50个到100个人以内这样。今民众会甲流感疫苗落到公费注射头一天，防疫大使谭爱珍和查某囝欧阳靖，还有孙仔新将参加活动，先来做流感疫苗。每一年呢，也差不多都在我们农历过年的左右的话，会达到最高峰然后渐渐的减少。今年总共买642万剂数价流感疫苗，让民众会当注射。嘛建议年岁较大的时大人做肺炎链球菌疫苗。嘛提醒，不管是做倒一种疫苗，拢一定要让7天观察自身状况比较较安全。